公司呢幾年我學識嘅就係一定要好虛心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因為我哋唔係做演員，唔係比緊賽，呢個獎唔係我哋最終極嘅目標。我哋每一個作品，每一個角色能夠俾人記住，已經係一件好值得嘉許嘅事。好感恩，好多謝大家。一個演員係唔需要靠一個獎去話俾佢知佢有幾好，但係一個獎一定可以令到一個演員更加堅持咁樣行落去。呢個獎，我希望亦都鼓勵所有覺得自己夠努力，有一日你都會攞獎。多謝。